刚刚我讲哦，只要你不合神的标准，就是漏洞，漏洞那好事就流掉了，就可惜了啊。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呢就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心漂泊吗？漂泊的心，我们总要找一个家。这个家就在我们家的基督长老教会，就在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在宇宙万物的，是那位基督所充满的。这是在以弗所书所说的。好，这个好，教会呢，它不只是一个组织，不只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聚会的地方而已。教会更是一个动态，它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就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阿妹吗？阿妹，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被神拯救的，我们不是自己可以随便生活的，不在，因为我们是代表着耶稣。好，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好，是我们信徒的母亲，啊，所以天母不在台北，天母在哪里？天母在教会啊，好吗？所以我们有人说我们圣经教我们是在天上的父，但是有一些民主他们也说我在天上的什么母亲，因为我们的神有供养，是这一位母亲啊。那个麻烦找金玉成，对不起，我要介绍你给那个这位是，对不起，我怕他走掉。那个麻烦那个是张金玉成道，请你举手一下。对，你们去外面解决一下，不是解决了，不是，他又穿一黑衣服，不是哦，不是，你们认识一下，好，然后那个再来教会的特质有合一性，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那么我们教会应当是合而为一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统一，我们不需要像建琴穿制服，也可以穿制服，因为我们想要一个制服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标志是什么标志？你看不到，但谁看得见？灵界的那些看得见，我们有主耶稣的救恩的记号。好，所以我们是好，来，那圣教会是圣洁，是属神的，跟这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标准，我们一定要不一样，那个标准是属于上帝的好，大公呢，这个教会是大公是普世性的是不分种族，没有再分说你是哪一派的，你是太鲁阁宗会的我们是汉人，没有，教会就是普世性，对吧？阿们，我们没有分的也没有分颜色我们就是都属神的。教会的特质是使徒性，教会是由使徒传承下来的就是从使徒，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才开始有初代的教会教会的形成那这个教会呢，就是呢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位上帝那教会它有宣教性，所以我们才要去短宣我们要把神的这个爱宣扬出去使徒呢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不做的，我们没有做，没有去宣教，我们就失责了所以我们失责很久的，请不要举手我们失责很久，我知道我们失责了很久我们真的要到哪里，我们都要有一个说我要把福音传出去。什么叫做福音我的老师告诉我，就是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说哪里有得吃这个比喻传不传神？我们本来只是乞丐，我们都不配。我只是告诉另外一个乞丐说，哪里有好吃的，哪里有可以得拯救，哪里可以怎样让我生命得丰富，这叫做宣教。我们就是告诉那个更需要，像刚才好事，我们只是让那些人他在外面已经又没有叫我去工作又没有叫我去工作，我又没有着落，我今天晚上又要饿肚子了。那些邻里饿肚子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就要告诉他哪里可以有得吃，哪里有拯救，哪里有丰盛，好不好？宣教就是我们原来只是乞丐，我们告诉另一个乞丐说哪里有得吃，我们这个乞丐只是说我们已经成为儿女了，神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教会的
功能呢？我们其实在上次有讲，就是我们要敬神爱人，就是彼此相爱。如果一个字就叫做爱。我们要透过读圣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灵粮。好，所以我们也要在教会，我们会常常来祷告，殷勤的聚会。我很佩服哦，传到今天早上跟有一群人去北投，他们还拼回来。我本来还想说他们是骑那个 autobike 的，从北投传到是又计程车又捷运又火车又公车又拼的，他们用2轮了，还是拼回来。殷勤聚会，不要停止。你只要停止聚会，你就麻烦大，因为你孤单一人就会被抓走。刚刚那个影片有没有？被黑衣人抓走，好不好？我们一起回到这个家。如果你的心真的需要由生，你赶快回到这个家。好，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奉献。我们刚刚有讲，每次在奉献，我们都会讲。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只是回应神，因为我们所有的是神的，那我们就是回应神。圣经教我们，我们就把神给我们交代给我们，我们1/10奉献给神，这是我们的责任跟义务。神很应许，说你献上给我，我从天上打开天窗，怎样？不是丢1块2块给你，不是。用饼，台语讲用饼，这个华语要怎么讲？倾倒啊，那你怎样？那个福气连接都接，哇，接不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领人归主，就是我们说让这福气让别人来知道社会的服务我们更是因为这个社会是神要我们进入这个社会，我们成为这社会的光跟盐，盐就是防腐作用。这个社会越来越败坏，我们就是要成为那个盐，不要这个社会败坏。维护生态更是，神交代给我们，只是管理，我们不要宰制这个大自然。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的这个精神。好，长老教会你们会很特别知道说，为什么叫做长老教会？长老教会的意思，就我们教会呢是用长老会议制，所以我们有选出来长老成立一个小会，他们讨论以后再决定要聘请哪一个牧师，要做什么重要的决定，要预算这是我们长老会的制度。那长老会的信仰精神就是圣经讲的，其他的我们不多别的，我们就唯独是相信圣经，还有只要相信，你就可以算为是恢复那个义就是恢复那个标准你只要相信神的拯救，你就可以恢复那个标准。万民皆祭司，你自己都可以祷告，你不必要说我今天要跑很远去到谁那里我才能祷告，不用。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成为祭司，但是我们成为祭司之前一定有一定的程序，你一定要先敬拜、赞美神，要认罪，对吧？读神的话语，你要祷告。然后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像我们礼拜的过程就是，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上帝面前，所以你可以为你家人还没信主的人祷告，你只要奉主耶稣的名，最后说阿们，你的祷告神都听见，而且神为你预备，他在乎你，而且他有全能。那长老教会信仰精神就是我们刚刚讲民主的代议共和制，另外我们的精神就魂而不毁。我们的那个在8楼那里就有一个魂而不毁，我们呢宁愿被烧尽，我们都不要朽坏，而且我们所做的一切荣耀都要归给这一位上帝。好，你讲了，你说传道你讲了那么多，那教会到底是什么？我对迦南基督长老教还不是很认识，特别是建琴教会，今天他们来就是要来认识这个教会。我们用一点影片来看，来认识迦南基督长老教会，你所在的这个教会。然后你想想刚才传道讲的教会里面，我们到底都在这里都发生了什么美好的事情呢？这个影片是2年前教会公报为迦南教会所制的，那很简短，但是它还有一个完整版，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教会到底是什么样。还有你大概知道每次传道在报告我们有什么服饰什么你就可以知道教会大概是什么。你可以上 YouTube 可以来找迦南基督长老教会这个特色教会，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101。让我们学习什么是教会。教会简单讲就是一个家，
当你漂泊的心找一个家，回家来，亲爱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聚会跟101到这里，我们要进行欢乐